第二章五旬节到啦，学生就拢聚集伫一位，忽然对天顶有响声落来，亲像一阵大风吹过，充满因所坐的厝。阁有枝头亲像火焰显现出来，分开落伫因逐人的头壳顶，因就拢受圣灵充满，照着圣灵所赐的口才，讲起别国的话。迄时有虔诚的犹太人对天的逐国来，踮伫耶路撒冷。这个声音一个响，众人拢来聚集。逐人听见学生用众人的乡谈讲话，就真忧闷，拢惊吓稀奇，讲看，这讲话无拢是加利利人吗？咱逐人怎样听见因讲咱出世以来所用的乡谈呢？阮是帕提亚人、马代人、伊兰人，甲踮伫美索波大米、犹太、加帕多加、本都、亚西亚、弗鲁加、邦菲利亚、埃及的人，搁我郡古利奈的卢比亚一带所在的人，对罗马来的旅客中间，也是犹太人，也是入犹太教的人，革哩底甲阿拉伯人，拢听见因用阮的乡谈讲上帝的大作为，众人就拢惊吓猜疑，彼此讲这是什么意思呢？阁有人讥笑讲，因无非是神酒灌满啦。彼得甲11个使徒徛起来，大声讲：犹太人甲一切踮伫耶路撒冷的人啊，这项事恁着知影，也着按耳孔听我的话。恁想这个人是罪啊？其实毋是罪，因为时阵拄才到基础。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讲，上帝讲，伫末后的日子，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那有血气的。恁的囝儿要讲预言，恁的少女要见异象，老人要做异梦。伫遐的日子，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甲使女，因就要讲预言。伫天顶，我要显出奇事；伫地下，我要显出神迹。有血，有火，有烟雾，日头要变做黑暗，月亮要变做血，这拢是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。到迄时阵，凡那求主名的，就的确得救。以色列人啊，请听我的话，上帝借着拿撒勒人耶稣，伫恁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，将伊证明出来，这是恁家己知影的。伊既然照上帝的定旨先见，受教互人，恁就借着无法的人的手，将伊钉伫十字架顶抬啦。上帝却将死的痛苦偷放互伊搁我，因为伊原袂为互死拘禁。大话指着伊讲，我看见主常常伫我的目前，伊伫我的正边，互我袂到摇动，所以我的心内欢喜，我的灵快乐，并且我的肉身
要安然徛起伫黄梦中，因为你的确无将我的灵魂ฮ็伫阴间，也无互你的圣者拄着朽坏。你已经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，的确互我因为看见你的面，得到满足的快乐。兄弟啊，先祖大话的事，我通明明会对恁讲，伊死了也埋葬，并且伊的坟墓直到今仔日还伫咱遮。大话既然是先知，佫知影上帝捌向伊起咒诅，要对伊的后裔的中间立一位坐伫伊的宝座顶，就大声看明这件事。讲论基督佫我讲，伊的灵魂无ฮ็伫阴间，伊的肉身也无拄着朽坏。这个耶稣，上帝已经互伊佫我啦，咱拢为这个事做见证。伊既然互上帝的正手高举，佫对被受了所应允的圣灵，就将恁所看见、所听见浇灌落来。大话并无有上到天顶，总是家己讲。主对我的主讲，你坐伫我的正边，等我互你的对敌做你的骹踏。所以安尼，以色列全家就确实会知影，恁钉伫十字架顶的这位耶稣，上帝已经立伊做主做基督。众人听见这个话，觉得插心，就对彼得甲其余的学生讲：兄弟啊，阮着怎样行？彼得讲：恁逐人着悔改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礼，互恁的罪得到赦免，就的确领受所赐的圣灵。因为这应允是互恁，甲恁的囝儿，佮一切伫远方的人，就是主阮的上帝所调来。彼得用真多话做见证，劝勉恁着救家己脱离这个弯巧的世代。对安尼领受伊的话的人，就受洗礼。迄一日，学生约略加添3000人，拢恒心遵守使徒的教示，彼此交接，擘饼祈祷。众人拢行行，使徒佫行真多的奇事神迹，信的人拢伫一所在，凡米供应，并且卖家己的田产家业，照逐人所欠用的分互逐人。因日日同心合意，兴切伫殿内，佫伫家中擘饼，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，阿乐上帝，得到众百姓的喜爱。主将得救的人日日加互因。